哎，教授你快看，前面那是巨型蜘蛛吗？怎么这么大？哪呢？哎，不对，这是月球吞噬者。月球吞噬者？你是说它头顶那个上面是月球？没错，这是一种高维生物，在他们的世界里啊，宇宙是平面展开的，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。哎，教授，这山上怎么有金鱼在飞呀？哎，这可不是金鱼啊，这是须鲲，也属于一种高维生物，只有它想到你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才会出现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真想抓一只回家。你想都不要想了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抓到过一只，但是它一旦进入高维形态啊，就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。教授，你之前说的高维生物真实存在吗？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它了。哎，哪呢？就在我们的